这个。看什么？打完赶紧走。你抖什么？多打点。是校长。真有你的，怎么样？像吗？太像了。谢谢啊，师傅。小兔崽子敢骗我，还打不打饭了？这么点学生能吃饱吗？多盛点。哎呦我，你骗上瘾了是吗？哎，你干嘛？我干嘛？你不是嫌菜少吗？还想骗我？还想骗我？还骗我吗？骗我？还骗我吗？我的精华果然是假的啊！校长那老脸会用精华，假发给我摘下来。哎呀，还挺牢固。你还想不想干了？我刚买的精华。来我办公室，收拾东西走吧。都是误会，校长。有个学生假扮您整我，我没认出来。假扮我？把那个学生也叫来。好。你跟我去办公室。想跑？哎，没擦呢，没擦呢。